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今日主要想同大家講兩樣嘢，我對於球員嘅加點評測標準同埋我嘅抽取建議評級。呢兩部分我都會用同一套 S 到 D 嘅評級系統。喺之後嘅片入邊，開頭嗰陣我都會先用呢套 S 到 D 評級嚟表達推唔推薦大家去抽取呢個卡包。等大家一睇就明，以後無論加點評測定係抽取建議，都跟住呢個標準就得。開始之前，先解答一個成日有人問嘅問題：手機版同電腦版嘅加點有冇分別？答案係兩個版本都用同一套引擎，版本都完全同步，所以所有加點兩邊都啱用，完全冇分別。大家可以放心跟住用。S 級代表神級必備。如果講緊球員評價，呢隻角代表全方位都勁，冇任何缺點，喺佢所屬嘅位置屬於頂尖，關鍵數值全部爆標。如果講緊抽取建議，代表 pack 入邊有兩隻或以上角色係當時 Tier1，無論數值、模型、技巧定係狀態都一流，抽到即刻可以補強實力，甚至圍繞去建隊。A 級穩打正選。如果講緊球員評價，代表球員質素一樣好好，絕對夠班打正選，點都會有佢嘅位置。不過部分數值可能爭咁少少，例如身體對抗、速度等等，同 S 級相比會輸一截。但係如果講緊抽取建議，代表 pack 入邊有兩隻或以上質素好好嘅角，但係可能有啲小缺點，例如數值、模型差少少，或者缺好多關鍵技巧。整體嚟講，抽到一定唔會後悔，啱晒想補強特定位置嘅玩家。B 級中規中矩。如果講緊球員評價，即係代表數值普通，同主流球員比較唔算突出，但係都有自己嘅賣點，做合格嘅替補絕對冇問題。如果講緊抽取建議，代表 pack 入邊可能得一隻主力比較吸引，整體性價比比較一般。如果你咁啱嗰個位置缺人，或者你急需補充戰力，可以考慮抽取。但如果你本身陣容已經有相同位置嘅 S 或 A 級球員，就完全唔使嘥錢去追。C 級代表勉強頂住，建議慳返。如果講緊球員評價，缺點好明顯，能力好有限。不過如果你個位置實在冇其他人都可以用，都可勉強用住先。如果講緊抽取建議，代表成個 pack 嘅球員質量都偏低，最強水準嗰隻都好有限。就算你嗰個位置缺人，抽呢個 pack 根本就係浪費金幣，因為回報率太低，除非你係收藏家或者佢係你嘅愛將，否則強烈建議慳返金幣，等下一個 pack。D 級極度大幅。如果講球員評價，即係代表完全唔建議用，基本上都係不可用嘅垃圾級別。如果講緊抽取建議，代表成個 pack 都非常伏，冇一隻入流，完全唔值得用任何金幣。見到建議直接 skip 咗佢，千祈唔好手痕。希望呢個分級制度幫到大家更快速了解我對球員卡包嘅評價。最後，我想教大家點樣裝技能。首先提醒大家，千祈唔好直接幫角色裝技能，因為咁樣會非常浪費技能幣，同埋會非常考驗運氣。首先我哋揀簽約球員，然後揀標準球員，然後喺篩選到喺國家揀歐洲土耳其，然後比賽風格虛假跑位，然後搜索簽下呢個球員，然後去我的球隊球員，幫佢裝上技能，之後去陣容，然後揀上新增技巧嘅球員，點擊球員融合，然後篩選，點擊新增技巧，揀上添加嘅技巧，然後選擇啱啱購買嘅球員，然後揀融合，咁樣就完成啦。咁今期影片就去到呢度，多謝各位觀看，拜拜。